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虽然咱的政府已经宣布咱要降级，但是咱还未解封，所以咱犹原是伫厝里来做伙敬拜。毋过咱后礼拜时，咱就会当淡薄一寡人吼，50个人以下，咱入来敬拜。所以咱感谢上帝，互咱台湾会当渐渐即个疫情会当哪来哪平缓。吼，所以咱继续为着即个世界，为着咱的台湾祈祷。吼，咱嘛伫今仔日，咱伫敬拜时，咱用欢喜敬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今仔日第一首诗歌是菲律宾的诗歌。吼，我想即首即调咱较无熟，但是咱的身躯边有真侪遮的菲律宾来的朋友，所以咱嘛会当有时阵若有机会，咱嘛会当甲伊分享即首诗歌。互咱请诗琴老师先弹一解，互咱来熟即个调。第一节讲，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，伊现今到永远拢存在。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，要医治甲赦免同罪人。来，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，伊现今到永远拢存在。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，要医治甲赦免同罪人。主医治咱肉体伤痕，伊安慰受创伤的灵魂，伊叫咱真人类免惊吓，只有信上帝顾就伫遮。主求你对阿别真救援，随松香无抓无免悲观，属信心对你有大恩报，主行你随学路心相交。这首诗歌真会当描写咱即马的心境。吼，有当时咱感觉讲，即个世代敢若足无愿望的。吼，咱受着经济，也是受着真济物件压迫。但是咱对上帝，咱无失去愿望。咱求主拯救咱，对压迫中拯救咱，互咱虽然绝望，虽然无愿望，但是咱的心犹原会当坚调伊，免悲观。所以我感觉即首诗歌的即个词写了非常的好，所以毋茫讲咱会当透过咱吟诗，咱来敬拜，咱来学乐，透过咱学乐的诗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平静安稳，得到愿望。第二首，咱来吟圣诗，好376首。这首诗歌咱真熟，就是要回应今仔日的圣经节，咱会当带什么来奉献予主？那么请严丽老师来弹一解。而且讲，聪明的人会当带学识，好业的人会当带钱财，但有的人嘛会当带咱的才能，有的人嘛会当出力服侍，所以望咱会当带咱所有的宝贝来到主的面前。聪明的人大学识，好业通大钱财，有人为大因财力，有人出力好势，咱也爱带咱宝贝来献予咱君王，但咱无君王。
仔日的经文就是讲，遮以色列人因带礼物来献互主，诚做会幕或者的起造，或者的建材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嘛挑战咱会当带什么来献互主？可能你有学识，可能你有钱财，你有才能，你有时间，咱拢会当带来献伫上帝面前。但是今仔日咱伫敬拜的大心，提醒咱嘛献上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会当用咱的心心，用咱的心识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来敬拜。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准备好势，虽然咱伫厝里，但是咱嘛是坐地，也是徛地，祈祷的时、吟诗的时，咱拢献上上好到主的面前。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我就君上主，跪拜至高的上帝，就用什么啊？人啊，你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？上主爱你什么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
心存灵敏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合行。相合来吟诗乌鲁上帝，圣诗39首，39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4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29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应文2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，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听叹上主的教示，专心找求伊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安怎互心花纯洁？着遵行上主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，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互我恢复元气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照你的话使我活命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；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律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苦难中灭亡。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只会解释着发出光，连戆直的人嘛会了解。你的公义煞甲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你爱阮、捌阮，比阮家己搁较了解阮，你无放下阮，看顾带领阮的每一天。赐予阮教养的稳定。你是阳光的上帝，是成就一切无可能的上帝，是为阮准备的上帝，供应的上帝，满有主爱、灵敏、
性格佮公义的上帝，你是赦罪的上帝。赐互阮新生命甲愿望，阮甲你相比是遐尼软弱无知，是遐尼不配。阮有足侪问题，是上犯罪，常常要是伫即个世界违背你的旨意，一直咧超找阮活地的目的。互即个世上有足侪引诱，无几个规矩，才牵阮的目睭甲耳孔，看袂见，嘛听袂着你。阮也常常对你信心无够，骄傲倚靠家己的力量生活，用家己有限的智慧，为家己做逐项计划，保留时间甲自治地上的财富，无愿意分享互需要的人，却毋知已经比阮备办上好甲教育也会互阮。阮常常袂记得家己是基督徒，无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求神开阮的心甲灵，搁较认真透过读经、灵修、小组、礼拜来超测你的真理，搁较明白亲近你，帮助阮会当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。也帮助阮会当时常忏悔认罪，互阮学习你赦免阮共款，去赦免阮的厝边甲对敌，甲人和好，也帮助阮愿意用才能、时间、金钱来服侍人，甲服侍你。阮毋但要做信徒，阮阁要做耶稣的门徒，背起阮的十字架来跟缀你，活出甲世界无共款的新生命。阮也特别为着即个世界前各地天灾人祸祈祷，足侪家庭因着遮个灾害受到影响，失去亲人、家园，失去喜乐甲愿望，活伫惊吓担忧中，求你怜悯安慰，赐下愿望甲天使帮助，医治因的心。阮嘛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。学习，亲像你疼阮共款去疼别人，成做别人的帮助甲力量。阮也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祈祷，求你的国降临，互台湾的官员人民有智慧，会当伫每一工做出合你心意、你所欢喜的逐项决定，脱离一切歹事，停止阮政治上的纷争，互即个土地人民彼此相听。求你祝福医治台湾。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只是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互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35章20甲22节、26甲29节。出埃及记35章20到22节。以色列人转回对摩西的面前出去，伊若受感动。对心欢喜的，拢总来摕礼物献互耶和华，用来做会目的工，甲一切路用，也用来做圣衫。伊若出伫心欢喜的，查甫妇人拢来，来将金器，就是献前的饼针、馅糕，拍因的手指甲手环，这是大人将伊的礼物献互耶和华。因有智慧的、心受感动的妇女，就捧山羊毛，才会头人将红玛瑙甲别样的宝石，通鑲伫伊腹直甲宝挂的，拢摕来，搁摕香料甲油，通用伊来点灯，做抹的油，做香的香。以色列人无论男女，伊若心欢喜献礼物，互耶和华的，拢欢喜摕礼物来。做耶和华托中摩西所吩咐因做一切工，请但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奉献是上帝爱基督徒回应伊的疼的一个行动。
毋过咱大家对伫奉献的理解，敢拢是安尼吗？有一个故事讲，有3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奉献。第一个人就伫涂骹画一个圆箍仔，然后将钱扬向空中。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将这钱拢奉献互你。圆箍仔内面的是我的，圆箍仔外面的是你的。第二个人嘛来到上帝面前，嘛伫涂骹画一个圆箍仔。伊甲上帝讲，也是将钱压起哩，然后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奉献互你。圆箍仔外面的是我的，圆箍仔内面的是你的。第三个信徒啥物拢无话，伊就直接将钱压起哩，然后讲：上帝啊，你需要偌济，你就摕偌济吧，落落来才是我的。当然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敢无发生伫咱真实的世界吗？我就有看过一寡真奇怪的奉献的态度。有一间在建堂的教会，因伫礼拜时补充报告，这个牧师就讲：啊，感谢某某兄弟为着咱教会建堂奉献100万，请伊徛起来，咱拍扑啊来感谢伊。哇，所有人拢挖过头去看讲，这个人是啥？迄个兄弟嘛非常大，就非常的大方，就徛起来接受大家的抱啊声。彼时我想讲，我是来到什么款的社团咧？另外，嘛有人捌问讲：哎呀，我今年趁真侪钱呢，我可能爱缴真侪的税金。牧师，你敢知影有啥物所在通需要奉献的，通互我会当来抵扣税金？咱感谢上帝，咱的奉献会当抵税，但是会当抵税，敢应该是咱奉献的目的吗？今仔日的题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一看到安尼的题目，有的兄弟可能会想讲：哎呀，搁来啊，搁要来讨钱啊！所以真侪牧师在讲到奉献这个题目的时，会感觉有淡薄碍叫。但是我是按照圣经经节在讲道，35章就是伫讲奉献，并且这段经文伫出埃及25章嘛同款有出现过。但是伫25章是摩西伫山顶的时，上帝甲伊讲即个会幕甲会幕内面的物件爱安怎筹备，就是爱以色列人甘心乐意来奉献。所以当时25章的时，我的题目嘛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但是今仔日35章是摩西百姓伫宣布上帝的话，爱这百姓听上帝的话，甘心乐意来奉献起造会幕的时所需要一切的物件。所以我伫准备今仔日的讲道的时，就想讲：哎呀，我哪遐尔糊涂咧？紧讲一段经文，但是佫袂当讲同款的内容。毋过，既然咱今仔日读到35章，嘛是伫讲奉献，咱就搁一摆来面对咱家己的奉献。另外，嘛有兄弟姊妹想讲：哎呀，牧师今仔日的讲道，敢是毋是伫讲我咧？也是讲，哎呀，牧师一定是伫讲某一个人。兄弟姊妹有奉献无奉献，毋是我的业绩。我虽然定定伫替人，也是机构伫募款，但是是毋是要奉献偌济，是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我嘛袂套用一套的一个标准，放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因为伫新约嘛无一个标准，互咱信徒应该奉献爱奉献偌济。所以今仔日咱就按照圣经的教示。搁一摆来思考奉献的意义，若有错误的心态，咱就求主帮助咱会当调整过来。大先对摩西一开始的呼吁，伊讲：恁中间就摕礼物献互上主，既若心愿的，通摕伊来献做互上主的礼物，而且会当知影，百姓因了后摕来献伫上帝面前的这物件，拢是啥物？拢叫做礼物。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礼物？我想，当咱受到礼物，会非常的欢喜，因为这表示对方有想到我。当咱要送礼物互人的时，咱嘛非常欢喜，去拣这个适合对方的一个礼物，以待伊收到的时，会感觉非常的快乐。奉献嘛是安尼，既然奉献是咱送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礼物，咱就应该用送礼物。互咱亲人朋友的心情，将逐样的奉献欢欢喜喜送到上帝面前，
嘛期待上帝收到即个礼物的时，嘛会欢欢喜喜。另外，既然是礼物，就无分价值，无分大小。会记细汉的时，送互妈妈的母亲节的礼物，拢是迄种俗价，妈妈绝对袂使用的迄种香水，也是破烂，也是咱家己画一张乱七八糟的卡片。但是妈妈收到的是会安怎咧？伊会感觉非常的欢喜，因为伊知影迄是囡仔的心意。同款，上帝嘛袂看咱献的是甚物，嘛袂看咱献的是毋是真济，因为伊知影迄是咱的心意。当摩西讲完这话，百姓因听到的时，因的反应是啥呢？因的反应毋是讲啥？阮摕这贵重的物件出来哦，无。咱伫接续21节到29节，不断看到出现几个字眼，就是感动、对心欢喜这个字眼。因伫旷野面对上帝吩咐的迄种的心情，我想到讲，伫咱现主时，其实咱嘛有感觉，敢若是行伫旷野的迄种的感觉。我想每一个人拢受到疫情带来淡薄的影响，有的人是真大的影响，经济影响。实在讲，咱毋知影头前的路是会安怎来发展，是爱安怎行。所以咱看见真侪人，因是望会当掠掉因所有会当掠掉的物质，因掠这个物件，互家己产生一个安全感。但是咱看见伫旷野这个百姓。因伫面对奉献这项事咧，因无去看家己的有限，无去看家己的无安全感，咱看到因是感动、对心欢喜、甘心乐意来奉献。可见，这个感动一定毋是一时的感动，因为若是一时的感动，伫因听了摩西的吩咐，因行入去家己的布棚。因伫遐经这个贵重的物件的时间的内面，因的内心会开始伫遐暗算：哇，这个金仔、这个皮料、这个毛料，遐尔贵重！我入去迦南地时，我需要这个物件起造我的家园呢。我哪好伫现在就献出去啊？然后有可能种种的试探就开始伫因的内心出现。所以，这个感动会互因提出物件的感动是甚物款的感动咧？伫原文，这个感动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叫，第二个是心愿意。所以，当因听到摩西的吩咐，因的心开始互搅动起来，敢若伫一个平静的水面等一粒石头啊，开始去波纹。迄个波纹哪来哪大？但是，毋是安尼就结束。重要的是，因愿意去行，互内心的感动透过因的行动继续来延续。兄弟姊妹，世间上远的距离，毋是台北到纽约，上远的距离是咱的心到咱的手、咱的骹。有时咱的内心非常的感动，特别是咱看到一篇真可怜的报道。咱会感觉讲，哎呀，伊足可怜的，我敢会当为着伊做甚物咧？也是咱读一段经文，咱听一篇的讲道，咱会感觉哦，足感动的。但是咱若放伊若水流过，当另外一项物件，搁经过咱的目睭进入咱的头壳了后，咱就袂记得头拄仔迄个感动是甚物。所以为着要互咱的感动延续落去，上好的就是咱开始行动。咱会当安怎做咧？就是你会当开始对你感动的代志来开始祈祷。祈祷虽然是咱对上帝讲话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祈祷嘛是一种咱对家己的提醒。互我感动的这件代志，敢真做我的挂意咧？我敢真正有想到要替这项事祈祷咧？你若根本无想到要替这项事祈祷，就袂当算做是你真正的感动。搁来，咱看见这以色列人因的心感动了后，因就对心欢喜来摕礼物来献。什么是对心欢喜？咱的台语的圣经读是欢心的欢喜。这听起来敢若是讲
啊，我心情好，我就奉献；我心情无好，我就无要奉献。但是奉献甲咱的心情是无关系，因奉献是互上帝的礼物，是袂当甲咱心情的变化有任何的关系。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是翻做灵魂驱动，灵被驱策，我感觉是较好的翻译。这个灵毋是圣神，这个灵是甲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应该讲的是同一个灵。而且约翰福音4章24节有讲，伊讲敬拜上帝的人，要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上帝。这个神，我想甲今仔日这个灵魂驱动是同款的意思。耶稣伫约翰福音4章所讲的，就是讲敬拜上帝的人，毋是喙会当吐开，心会跳，坐伫遮就是伫敬拜。因为人甲动物无共款的是，咱人有上帝迄口气，即个气，互咱会当思考，互咱会当做判断，会当做动物做袂到，或者理性思考的代志。所以耶稣的意思是爱咱用神来敬拜上帝，咱会当思考，会当做判断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同款灵魂驱动，就是经过人的思考、人的判断了后，咱的心驱动咱来奉献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而且嘛证明上帝无透过摩西来强迫这百姓，也是洗脑这百姓。咱看见因听见、因思考、因判断了后，因甘愿奉献家己的宝贝来去做会幕。伫国外有一个基督徒，伫主日礼拜时，伊想要奉献20块的美金。咱知影20块的美金是一张的银票，但是伊藏毋着，伊藏入去100块的美金。哇！所以聚会了后，伊就走去找牧师，伊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敢毋通替我80块咧？”但是这个奉献箱内面的这个钱票，这个也无写讲什么名，所以当然无法度替伊钱。所以这个人就真无奈讲：“哎呀，安尼就算我奉献100块好啊。”但是这个牧师提醒伊：“你敢若会当算是奉献20块，因为只有20块才是你受感动才提出来奉献的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奉献绝对毋是冲动的，毋是一时的。这个感动是经过思考，然后变做行动。当咱的行动会当不断延续落去，这个感动才会当算做是真正的感动。所以伫遮嘛提出一个呼吁，就是请咱兄弟姊妹开始为着咱建堂的事工来祈祷。拄拄我讲到。咱感动的行动，第一个就是会当祈祷。亲像今仔日我伫周报写一篇的文章，就是有当时啊，咱听到教会要建堂啊，咱个人的想法、咱个人的意见就开始要出来啊。但是伫咱上山教会100多年来的历史，咱准备要开始第4摆的建堂事工的时，咱敢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开始？就是咱对即时开始。将建堂的事工放伫你每一天的祈祷的内面，但是伫你的祈祷内面，毋是求主互你看到讲即层建筑物爱起几层楼，爱有甚物款的设备，爱生做甚物款的形式。咱是伫祈祷中间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清楚知影上帝旨意是甚物，清楚知影咱的责任是甚物。因为若合伫主的旨意，外在的困难袂阁是困难。就亲像约书亚记，还是士师记，咱看见，当以色列人因顺服上帝，虽然面对真强大有铁车的对敌，因什物拢比袂过别人，但是有上帝成做因的靠山，咱看见上帝替因拍赢迄场的战争。另外，奉献嘛，毋是讲到钱银的奉献安尔，咱嘛会当奉献咱的智慧。奉献智慧，毋是出一支喙。第26节有讲，见有智慧的、深受感动的妇女，就捧山羊门。咱看见这妇女是透过因的献工
来成做因的奉献。妇女伫迄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无受重视的，但是咱看见伫起造会幕的时，这妇女因的心受到搅动，伊嘛想要奉献家己的气力，但是因会当做甚物？因无家己的财产，妇女的财产拢是属伫因的丈夫，属伫因的家族。但是因会当做啥？因的手会当芳质，所以因会当做会到的代志来做因的奉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献金、献银、献贵重的宝石，才会当记一笔。咱看见圣经将这妇女所做的工记载，成做历史的一部分。兄弟姊妹，可能伫献金钱的方面，你有你的艰难，但是咱拢有啥？就是上帝赏赐予咱，逐人无共款的智慧，咱就会当使用因来奉献。伫彼得前书4章10有讲，伫遮有讲，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。彼得爱咱诚做好的管家，好好啊管理使用上帝予咱的恩赐。什么是管家？就是你所管理的，毋是你家己有的物件，这物件属伫你的主人。所以虽然咱有这恩赐，但是毋是咱有外熬，咱真努力才得到的，是上帝予咱的。另外，管家管理的虽然毋是家己的物件，但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会知影倒一寡是伊伫管理的物件。所以真重要的就是咱爱去知影咱有啥物款的恩赐。真侪人讲，我毋知我家己的恩赐是甚物呢？这有可能是你从来毋捌想过，你的恩赐是甚物安尼的问题。你会当想看觅，你爱做的代志是甚物？你做了非常有成就感的代志是甚物？别人会称赞你做了足好的代志有甚物？这个条件拢会当帮助咱去发觉咱的恩赐，然后去使用因。另外，有的人嘛认为讲，恩赐的发挥一定爱徛伫人的面前，亲像真敖唱歌、真敖讲道、真敖教主日学。但是伫今仔日经文这芳质的妇女的身上，咱看见上帝爱的工嘛是伫包括伫背后人忽略的所在会遐的服侍。咱教会就几啊个这兄弟姊妹，有的是伫聚会了后安静伫遐收粪扫、佚佗啊；有的虽然毋是中职，但是家庭礼拜探访因拢会参加；有的人无担任任何的同工，但是每一场的个别礼拜拢会看到伊来参加出现。伫今年2月，咱教会大摒扫的时，伫人想袂到的所在，毛姊妹伊注意到伫教会门骹口的迄个电视墙，伊就主动摕桌布去切。这兄弟姊妹服侍虽然毋是徛伫人面前的服侍，但是上帝拢纪念。另外，恩赐嘛会当透过渐渐练习来得到。有的服侍一开始做非常的生疏，但是哪做哪久了后，就哪熟手，哪来哪好。亲像阮有几啊位教生命教育的义工，一开始非常惊吓，毋知影安怎面对学生，毋知影安怎控制时间。但是因哪教哪熟练，伊完全无想到讲教学竟然成做伊的恩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的心互某一件代志搅动的时，咱就开始去参与，咱开始献上家己的智慧、家己的时间。上帝圣工需要真侪人来参与，连即马咱伫网络看即个做礼拜，毋是牧师一个人徛伫遮讲道尔。咱共款有诗会、诗琴，但是咱无看到的是伫遐音控的同工。伫遐直播的同工，伫遐准备所有这器材的同工，各样行政的同工，咱拢无看见。但是真侪人为着咱伫处理做礼拜，真侪人付出因的时间，付出因的智慧。所以，搁较免讲咱恢复礼拜。当咱恢复正常礼拜，
恢复咱的聚会时，咱需要的是搁较侪人做伙来服侍。所以，望兄弟姊妹，咱嘛会当开始透过头拄仔这几步，安怎发觉咱的恩赐，咱开始来想，我会当服侍的是甚物？你若想到你会当伫教会参与任何的服侍，拢会当甲中级同工，嘛会当甲我讲，咱会当来训练家己来服侍上帝。第三，伫即段经文，互咱看见的，这头人就是这官长。这领袖因奉献即个红玛瑙，也是贵重的宝石来做以弗得。进前咱有讲过以弗得是甚物？以弗得就是大祭司去见上帝时，套伫祭司服外面的一领褂，顶面有12块无共款的宝石，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。所以这个真贵重的宝石是对倒位来？就是对这以色列人因的领袖奉献来的。伫世间要成做领袖，甲伫上帝家成做领袖是非常无共。咱若伫世间做一个什么长、董事长啊、什么长吼，人就会真看重你。你去到倒位时，人拢甲你服侍甲好势好势。但是伫上帝家做领袖咧，咱期待敢毋是别人爱看重我，也是期待别人爱势利来服侍我咧。有一个有钱、年收入50万美金的一个长老，伊拢真忠实来执行11奉献。有一天伊坐船拄着意外，伊甲几啊人漂流到一个荒岛。哇！所有人拢真着急，望讲紧有船会当来救因。但是这个人看这个长老坐伫遐，敢若好势好势，无烦无恼，就甲问讲：啊，你哪拢袂着急咧？这个人甲伊回答讲：因为我有做1/10的奉献，所以教会一定会找着我。这个人期待什么？伊认为，因为伊奉献真济。所以比任何人搁较重要，但是敢毋是安尼呢？伫教会毋是安尼，无人会因为你奉献多少来决定要安怎来看待你。甚至伫上帝家，咱会当讲是颠倒饼，就是伫官位的爱屈价家己，因为耶稣本身就是咱的模范。伫腓立比书2章第60到第80有讲。耶稣本有上帝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状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，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伫耶稣的身上，咱无看到任何徛官位、爱人尊敬的影。耶稣亲身示范向下的移动。伫10几年前有一本册，但这本册到现在嘛影响真侪人，叫做《仆人奴仆》。这本册内面有提到讲，奴仆样相的领导是甚物款的领导？就是爱用耶稣来做咱学习的模范。如果咱要成做一个领袖，咱要领导别人，无论伫咱的工作、咱的学校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社区内面，咱要成做领袖。譬如讲，这是咱的目的，咱要成做领袖，咱就将咱的领导力建立伫威信的顶面。但是威信毋是威权，是一种影响力，是号召人、感动人会当来跟对你。因为咱看见耶稣从来毋是用威权，伊是用伊牺牲家己性命的方式来号召历世的门徒来跟对伊。所以耶稣的威信是建立伫伊的牺牲，但是为什么伊要牺牲咧？为什么伊要来救咱人咧？因为伊会疼，所以伊决意来行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耶稣的领导力赢过世间任何领袖，延续2000年拢无改变，互所有跟对伊的人愿意跟对伊的脚迹。这就是伫上帝家成做领袖所爱学习的。咱看见以色列人这领袖，
因将因上贵重的献出来，红玛瑙、宝石献出来，因为因知影这领以赴的是大祭司要请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礼服。也虽然因家己穿袂着，但是因就是带头奉献。同款，无论咱伫教会担当任何职务，咱就是爱带头做好的模范。毋若是伫金钱的奉献，咱的才调、咱的时间、咱的敬虔、咱的态度，拢爱成做信徒的模范。这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奉献这件事的顶面，规以色列民族无分男女、年岁、地位，因拢将心内感动化作具体行动。这嘛，我想到马丁路德伊捌讲过，一个人信耶稣会有3解的改变。第一是头壳理性相信的改变；第二是心灵感动信靠的改变；第三是啥？支票、钱财放手的改变。我想今仔日的信徒，咱嘛会当加第4项，就是全人的改变。咱是毋是愿意将咱家己所有的奉献予上帝来使用咧？兄弟姊妹，上帝国毋是需要金钱才爱你奉献，上帝事工嘛毋是无人做才需要你来做，上帝嘛无欠人往伊祈祷才爱你祈祷。咱会当用金钱、用材料来参与上帝的事工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互咱有机会会当参与伫伊伟大的圣工的内面。所以，愿望咱会当用互上帝欢喜的态度，来将咱家己好好啊检查一下，看咱有什么会当奉献互主来使用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以色列人因规个民族对伫会幕的感动奉献，成做阮的勉励。主，阮会当为着你奉献什么？主，恳求你帮赞，互阮会当安静心来检讨家己有的恩赐，也是阮有时间，阮有的任何材料、金钱，阮会当奉献互你来使用。恳求你帮助阮，将感动放伫阮的内心，也互阮愿意来变做行动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阮即时嘛伫思考建堂的事工，也恳求主将安尼感动放伫阮的内心，互兄弟姊妹开始来祈祷。若合伫你旨意，阮相信你的陪伴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阿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信诗376首，376首，请起立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侪奉献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伫你丰富的恩典中，阮福杯满满。感谢你的带领甲保守，陪伴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赐予阮平安甲喜乐。亲爱的主，阮愿意按照家己的心意奉献予你，求你接纳，也求你祝福阮时常有感恩的心，做你所欢喜的事。阮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集体关怀，许义国弟兄伫7月14蒙主恩调，并7月26拜一要伫第2殡仪馆真爱室2室举行告别礼拜，请为遗族祈祷。徐春文弟兄伫7月18蒙主恩调，并7月31拜六透早7点半要伫第2殡仪馆至真一厅举行告别礼拜，然后要去6张里家族墓园举行安葬礼拜，请为遗族祈祷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兄弟姊妹平安。咱有看见咱的遗体吼，都有拄着死失的许玉国弟兄的家族，也是春文兄因的家族。总是即马搁伫疫情还未解封的期间，所以只有家族会当来参加。所以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为因祈祷，互求主会当帮助因，会当行过即段真艰苦的时间。第二报告就是讲，咱政府宣布伫后礼拜2开始降2级，但是咱的教会，咱嘛是还未解封的情况下面，互咱兄弟姊妹，咱伫后礼拜，你若讲你真正伫教会无，你真正伫厝里无法度做礼拜吼，你会当入来教会，但是咱爱扫迄个1922的迄个实名制，亲像咱去便利商店啊，也去买物件，拢爱扫迄个 QR code 吼，互政府来到做一个记录。然后咱伫教会内面，咱嘛做梅花座，所以咱限制是50个人。所以望兄弟姊妹，咱若会当伫厝里做礼拜，咱犹原伫厝里做礼拜。但是你若真正是无法度伫厝里做礼拜，咱会当转来伫教会来做礼拜。所以望讲咱继续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即个台湾的疫情来祈祷。即时咱来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咱为着伫住院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咱为着钟贵兄，伊是迄个细菌的感染，可能搁爱住一礼拜，咱恳求主医治。为着叶城慧兰姐，为着俊生兄，拄仔嘛收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淑珍的妈妈邱玉洁嘛，因为《西游记》食梨子伤悬，所以即马嘛伫病院伫遐来接受医疗。咱嘛为着伊祈祷，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庆好兄，互伊即马恢复嘛真好势。季红、秀恩姐、德雄兄、张老师、美兰姐、水明兄、林珠姐、盛渊兄、邓妈妈、龚基姐、陈基雄长老、阿淑姐、怡丽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志金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富梅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、嘉豪姐，为着遮兄姐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的建堂的评估即个事工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台湾的疫情，为着世界疫情，咱嘛看见世界除了疫情，嘛受到真大的天灾，有水灾、旱灾啥真严重。咱嘛恳求主的怜悯，互咱开喙，为着咱的教会集体，为着咱教会事工，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。
拿来管控，继续明明管帮助阮，互阮怪日子下面会当渐渐，兄弟姊妹来主会会当做来做伙敬拜，主恳求你怜悯，阮也为着这个世界祈祷，真侪现在的发生，阮看见真侪国家大的灾难，主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也恳求主帮咱这个国家会当真紧乐观，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因主保守阮的教会，记得阮将这个建堂的苹果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有欠阮的病院伫厝，因为拢恳求你医治，也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，阮兄弟姊妹当伫无法度聚会的时，阮的心嘛当对你抱着仰望，主阮无绝望，伊阮相信主你要引带，主恳求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虽然阮伫阮每一个人的厝里咧聚会，但是阮心相共。主，阮相信主伫阮的中间。主也恳求你接纳阮的祈祷，帮助阮。若合你旨意的，恳求你怜悯；无合你旨意的，也恳求你调整。主，阮要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甲世界来祈祷。阮感谢你，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渐渐来平缓。总是主，阮恳求你继续怜悯阮。主，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，真侪国家受到疫情、受到天灾，有真大的灾难。阮恳求你帮助，这个国家会当紧紧复原。主，总是阮恳求你，伫即时，互阮全人类嘛会当认捌你，因阮相信，当阮顺服你的时，主你要引带阮行过所有的难关。主帮助阮，趁即时会当认罪悔改，来到你的面前。恳求你祝福，伫即时伫所有国家宣教的这宣教师，也是当地的教会，互所有基督徒所做的，真正会当带人认罪悔改归向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，阮恭敬将阮建堂的事工放伫主你的手里。主恳求你引带阮，主帮助阮。也互兄弟姊妹开始备办心，准备阮上山教会第4届的建堂。主恳求主，你也怜悯阮的无够业，阮的钱运无够业，阮的智慧无够业。总是恳求主，将听上帝、听教会的心不断放伫阮的内面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兄弟姊妹伫病院的、伫厝里的，恳求你拢医治，透过医生。透过药物的医治，互兄弟姊妹紧紧恢复健康。总是主，阮恳求你加添信心，伫遮的兄弟姊妹，也是伫因厝内人的心内，互因会当相信。虽然伫艰难的过程，但是主你拢无放弃。恳求主你引带保守。主，阮也将阮家己交伫主你的手里。恳求主你看顾，不论伫阮的中间有心灵忧伤。有感觉重非常重的兄弟姊妹，有感觉惊吓的，主，阮恳求你拢帮助。有阮会当倚靠主，会当伫即个时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因阮相信，阮虽然经过即个黑暗的时代，但是阮无绝望，因为主你甲阮同在。恳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89首，圣诗389首，请起立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那者